上班人数造假，检调去超国民党新北甲基隆东部，朱立伦放中5日控要提出罢免案甲弹劾案。宜兰港口爆炸，上无40个人死亡，风声讲是飞弹燃料化学品引起爆炸，而且是为中国进口的。喀什米尔恐怖攻击，26个人死亡。印度切断巴基斯坦的水源报酬，巴基斯坦无排除用核武还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新闻头起先来看伊朗上大的港口，顶礼拜六发生爆炸，火势拖到真凶，烧超过24点钟才控制掉。目前知影上无有40个人死亡，1200外人受伤。伊朗政府讲是港口货柜装化学品引起爆炸，政有风声讲这化学物质是一种飞弹燃料。有媒体报讲，这燃料可能是今年3月伊朗为中国进口的。不过，伊朗官方强调这不是事实。那最近伊朗正咧和美国针对核子计划进行谈判，这个时间点港口爆炸也引起外界联想。伊朗南部换荷姆兹海峡的沙希德拉加伊港伫爆炸发生了后第2日，伊原打伫真大乌色烟雾当中。这代志发生伫拜六早起，港口的货柜区升起大火。清楚化学物质在烧的感觉红色的烟雾，随即发生大爆炸。为了大家连伫50公里外拢听到。صدای انفجار شدیدی شد. صدای انفجار خیلی شدید. مهیبی بود. ما دیدیم متأسفانه آتش سوزی و ایناست. دیگه اومدیم اینجا دیدیم ماشینا رو می‌بینیم ماشینامون با چه ضرر زیان. همه ماشینا سقف‌هاشون، شیشه‌هاشون همه داغون شده. 代志发生了后，消防无人机甲人员规暝咧拍火，暗过火势滚甲超过24点钟，到拜日才得到控制。这代志也造成重大伤亡，伤医受伤的人想起迄时阵情形，伊原正着惊。انبار شد دود و خاک و خاکستر که من نمیدونم خودم رفتم یا پرت شدم زیر میز. 伊朗总统拜日亲身去现场巡视，各慰问受伤的人，强调爱查明事故原因。纽约时报引用一个伊朗革命卫队有联络人士讲法指出，引起爆炸是过氯酸钠是一种飞弹固体燃料主要成分。一间私人海事风险咨询公司透露，3月伊朗才多伫这港口下一批中国来的过氯酸钠火箭燃料。不过，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当地无进出口任何用伫军事燃料或者是军事用途的货物。北京外交部伫声明讲，有3个中国人受伤，不过情况稳定。目前伊朗当局将这代志看作是意外，宣布拜日是全国哀悼日，强调港口只有一个地区受影响，其他区域依然照常运作。不过伊朗民众为哀悼转作愤怒，质疑政府为什么将大量危险燃烧物件囤伫港口，无妥善处理，互甲贝鲁特爆炸同款的悲剧佫出现。最近对伊朗甲美国代表伫阿曼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以色列捌伫2020年对港浙港口发动猛攻，这代志是意外也是故意攻击，也引起外界联想。公司新闻站回应评价。来看中东的局势，以色列封杀加沙地区要2个月，国际救援物资送袂入去，难民强要无物件通食。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对假继续轰炸。以色列讲，这届的目标是要放真主党的飞弹。虽然是无人受伤，不过附近的居民拢真惊吓。老板发出爆炸声音随后，就庆祝乌烟。以色列第27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出疏散警告，1点钟了后，就到3粒炸弹，接着贝鲁特郊外一栋建筑，好佳在无传出伤亡。火势也真几分拍花，只不过这寡无定期发生的轰炸，让居民是心惊胆寒。أنا هون بعيد 50 متر عن ضرب. أنت من سكان المنطقة. هاي تاني مرة بنظهر من البيت مع عيالنا مع أولادنا. يعني شغلة ما بقى تنحمل. في خيار واحد يا الرد يا شو وقت نعمله كدولة. 以色列表示，这摆轰炸击到的目标，准防真主党的精准打击飞弹，才会发动攻击。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破坏区域的安全和稳定。以色列伫去年11月，甲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不过这份协议真脆弱。以色列军队犹原继续伫黎巴嫩边界附近活动，佮不时对真主党发动攻击。以色列另外一个战场加沙是为3月初就面临封锁危机，人道物资一直无法度进入，到达已经活60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顶礼拜表示，因已经发出最后一批军粮，即马各地拢传出食物供应不足的消息，真侪服务难民营的厨房已经被迫停止。انت تتفرج على الناس كيف على التكيات تتفرج على التكيات كيف الوضع يعني الناس صارت تدبح بعض
والاكل حتى بطل يكفيهم يعني يوم الدكيه تفتح و10 بتسكر. يعني مش صح هذا العمليه اللي بتصير. الشعب يعني ضاع يعني كفي حرام. حسوا بالشعب يعني. لو اكتش هذا بده يضلوا لو اكتش هذا الوضع بده يضلوا زي هيك يعني.居民表示，物资当日一项强要用了，目前只剩豆仔甲白米也真紧会放食了。在这个同时，掌握驻地政府权力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现人事变化。入面有史以来第一位副主席，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主席阿巴斯交接铺路。阿巴斯自从2005年接任主席以来，伊甲哈马斯爆发内战为理由，一直以看守政府身份接握权力，无进行过选举，所以受到批评。新任副主席谢赫是阿巴斯主席幕僚，甲以色列谈判经验丰富，那未来真正进行权力交接，新领袖敢是有机会为以哈强国带来新的可能，受到各界注意。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镜头转来国内罢免连数字加扩大侦办，检调去超国民党新北市东部甲基隆市东部，甲一寡干部带转去问过。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执政党乱用司法。放掉要伫520，也就是赖总统就任1周年的时阵，提出罢免案甲弹劾案。点点拢无讲话，对党部行出来。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金勇甲书记朱培仪互检调约谈，检调侦办不实连署案，进前已经搜查国民党邦桥党部、三联堡党部，离北国到新北市党部来进行搜查。有2位同仁被带走嘛？那原则上我们尊重司法调查，但希望公平、公正、透明。一位是书记长，一位是书记，基本上就是负责市党部相关的工作。国民党基隆市党部离北也互检调搜查，由罢免民进党基隆市议员郑文婷、张志豪提议书也传出涉嫌伪造文书，检调人员伫党部处处列入。下晡传走仁爱区党部主任张金焕、基隆市党部一所总干事肖仲峰来询问。在基隆罢免国民党立委的联署人被检警调查，罢免民进党议员的联署人也一样被检警搜索调查。这正表示，在基隆，检警是不分蓝绿在办案，司法不公，差别办案，办蓝不办绿。对了检调大搜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召开记者会，批评执政党乱用司法，下令国民党全国民意代表协助罢免民进党立委理解联署，会列入考核。也宣借5年控国会要提出罢免案、弹劾案。不单520当天开始，国会要提出罢免案。要提出弹劾案，接下来在台湾各个角落、各个地方，我们要全面的发动各种方式的罢免赖清德的运动，这是我们全党上下一致的决心。罢免总统需要76席立委同意，白蓝2党相加根本还摸不到边，罢免总统是天方夜谭。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路锦如因为罢免不实连署案，和台北地院裁定收押。党中央已经派国民党台北市议长陈时钦代理台北市党部主委一职。记者综合报道。台61线路南台南7股路段发生车祸，有一台南马控弄到3台扫车路的工程车，造成2个人死亡。事故原因还要调查。快速道路边啊，2台车陷入火海，消防队现场救水线灌救，无外乎也有2名受伤的人倒伫涂骹。台61线西边快速道路伫台南7股路南303.4公里，离北早起11点半左右发生严重车祸。30岁姓吴的查甫人驶一台南马控车，先后启动直行中的风浪车、扫街车甲工程小货车，拢撞3台车。南马控车甲小货车最后都火烧起来。防撞车的侧面之后，然后再撞到我们的这个施工中的扫街车，然后再由在前面撞到我们整部那个工作车。3名伤者当时都在桥上，那1名伤者是站在那个路边待救，那另外两名伤者是疑似是喷飞出来，然后身上都没有烧灼伤，都是那个创伤。火势伫12点半爆发，施工单位表示，迄当时当这片公路分家南区永和工程分局的路面清洁作业，南马库车伫无打挡啊情况之下，先后落定3台工程车，其中最后风浪的工程小货车车顶的60岁姓林的查甫驾驶，甲68岁姓王女乘客2个人风浪飞出去车外，当场无喘气心跳。3部施工车辆系承包于云嘉南养护区养护工程分局。
执行台61线路面清洁作业，水泥车驾驶左侧值为0。那我们急救的过程大概30分钟，那他没有恢复自主的呼吸跟心跳，宣告无效就宣布死亡。2名受伤的人互分送马岛新楼病院甲嘉义基比病院急救，也毋过有员因为相当伤宣告死亡。南马高车驶5驾驶受伤，意识清醒。警方表示，伊酒测值是0，详细驾驶的原因也有待背后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2025年世界塔杯亚锦标赛，咱台湾队拢总摕到25块金牌，15块金牌甲12块铜牌，金牌数量伫咧全世界是排第3。而且咱台湾队敢若派16个选手，和别国比起来是减正济，嘛同款表现甲正出色，拼得好成绩。比赛开始，伫队友的鼓励当中，加速接到最后0.18秒逆转胜，打败日韩队。这是平均年岁不到9岁台湾 Rapids 队。台湾小将伫2025年竞技贴杯世界锦标赛，创下好成绩卫冕。那优秀的小英雄团队2025年贴杯世锦赛伫瑞士举行，台湾代表队得到25金、15银、12铜好成绩。那金牌数世界排名第3，甲冠军德国队派出108人，甲亚军马来西亚队派出37人比起来，台湾总共派出16个优秀的选手，夺金的比例是悬较惊人。这摆各有3系3冠红加3冠后。面对比赛压力，拢未紧张。新北市入得实验区中的选手詹秋秋，伫15到16岁女子组环扫3冠，加上团体赛摕6金、2银、4铜，加做这一届上届金牌选手。同市金苹果手的小将吕友新同款，个人3项拢全部摕到，还佫敢若8岁临时期，也加做这摆台湾代表队年会上届3冠后。那平常练习会不会很辛苦？那小选手正野望，成功大学运营女皇陈碧如也摕个人2冠，加做总成绩全场第2，佮甲队友佮摕团体组上金，还佫19岁以上组台湾 Dragon 伫竞争上级的组别当中，成功封顶摕金牌。杨交代中兴大学顶选手读册贴杯上强，被封做学霸天团。天气、环境。路途时差都会影响选手每个表现，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们做到了。世界各国411位选手，中华小将气势正强，16人全部摕金牌，也为台湾精神争取光荣。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印度甲巴基斯坦的交界喀什米尔是两国之间的争议领土，捌发生过大细战争。目前喀什米尔是分做北边巴基斯坦的控制区，甲南边印度的控制区。另外也有部分东边是中国的控制。顶礼拜4月2日，印度的控制区也就是甘马什这点，有一大观光区发生恐怖攻击，造成26个人死亡。印度讲是巴基斯坦境内恐怖组织犯案，所以宣布暂停印度核条约，袂阁照拼照行，也就是要切断巴基斯坦上100万人的水源。那巴基斯坦是呛声讲，因手头的核弹毋是摆好看的，无排除要用核武反制。目前这南亚的局势是一声变甲真紧张。印度旁遮普省挖巴基斯坦的边界关卡，印巴两国的卫兵隔着关起来铁门，各自进行抗议典礼。现场的观众是看甲真趣味，不过事实上，双方伫外交甲军事上已经处于真紧张的状态。双方部队伫边界地区已经连续3日传出互相开枪。针对4月2日伫喀什米尔发生的恐怖攻击，造成25名印度游客甲1名尼泊尔人死亡。印度除了伫当地东关军警加强巡逻，海军也公布实弹演习画面，显示几架战舰试射超音速巡弋飞弹。另外，总理莫迪也伫 YouTube 频道打影片，就抓要为遇害人加速讨回公道。मैं पीड़ित परिवारों को फिर भरोसा देता हूं, उन्हें न्याय मिलेगा, न्याय मिलकर रहेगा। इस हमले के दोषियों और साजिश रचने वालों को कठोरतम जवाब दिया जाएगा।
公开讲犯下恐攻的虔诚军武装团体，藏伫巴基斯坦境内。印度甲美国指控这个团体甲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来往密切。导致恐攻发生的几当天，印度政府下令暂缓执行印度河水源条约，等于是断绝对巴基斯坦数百万人的水源供应。对此，巴国方面认为，这已经属于战争行为，巴基斯坦无排除动用核武作为反制。Our valiant armed forces remain fully capable and prepared to defend the country's sovereignty and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过去印巴之间出现紧张的时阵，印度拢无行到断绝水源这一步。不过，这摆毋但是第一时间下令暂缓执行条约，还阁强调除非巴基斯坦展现决心，彻底甲恐怖团体断互离，若无断水措施会继续落去。公司新闻徐家婷编译。来看罗西亚和乌克兰和平谈判进展。美国总统川普拜六伫咧梵蒂冈和乌克兰总统会谈，川普表示已经为泽伦斯基有准备要放弃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啊。另外，战争上新的消息，在北韩是头一届承认有派兵参加俄乌战争。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离开纽泽西国立火球俱乐部时宣讲，伊日在咧梵蒂冈参加已经过身的高宗方济各告别式时阵，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咧圣伯多禄大教堂进行15分钟的会谈，时间正短，不过效果袂歹。同时也讲到克里米亚问题，川普讲。泽伦斯基敢若已经准备要放弃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Zelensky ready to give up Crimea? Do you think, Mr. President? Oh, I think so. Yeah. Look, Crimea was 12 years ago. That was President Obama. They gave it up without a shot being fired. So, don't talk to me about Crimea. Talk to Obama and Biden about Crimea.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加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拜六也分别伫咧媒体上强调。川普用利益甲威胁的手段，就是希望双方会让赶紧上谈判桌。伫所落来一礼拜是达成协议的重要关键时刻。The president has dedicate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time and energy to this, and it needs to start happening. We need to start.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critical week. 另外，北韩官方媒体日背第一遍证实，根据2024年6月北韩甲俄国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下令军队协助俄国攻打乌克兰，并且帮助俄军夺回库斯克地区的控制权。北韩2024年10月派出1万人去俄乌战场，今年1月又搁增加3000人。也那莫斯科日落也证实，有北韩的士兵伫咧库斯克地区参加战斗。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向单膝落台。韩国定6月初3大选要选新总统，目前上大在野党初选李在明摕到要90%的票，成做共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若执政党国民力量的人选是还未确定。有风声讲代理总统韩德洙有想要出来选。南韩共同民主党的其他2位初选候选人，且前党魁也是候选人之一的李在明，一定要徛伫正中央来接受大家欢呼甲喝彩。因为不管是党员投票也是民调，李在明拢赢对手真多。第27个最后结果公布，李在明以89.77%压倒性得票率，成做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是南韩对1987年总统民选开始以来，创下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伫初选时上悬的得票纪录。赢李在明下一步就是代表共同民主党来参选6月初3的总统大选。另外，若是获胜，一摆总统任期是5年。 국민과 당원 동지들께서 정권 탈환을 통해 새로운 나라 진짜 대한민국을 만들 기회를 주셨습니다. 감사드립니다. 그 간절하고 엄중한 명령을 겸허하게 받들겠습니다. 下年61岁，李在明是工厂的囡仔刚出身，后来成做人权律师。2024年初访问釜山时，互人对暗棍倒兵插落去。 形容者讲，伊甲李在明政治理念无同，并且讲是故意杀人的目的，是为着阻止李在明当选总统。即阵李在明也牵涉多项官司，罪名包含污洗，也有一层10亿美金的房地产开发的丑闻。这官司的判决时间点甲结果，拢可能影响到伊参选的资格。
另外一方面，南韩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第一轮的党内初选结果，选举管理委员会并无公开候选人的得票率甲排名，因若第二轮的投票伫27+28举行，29日才公布。因若是无任何候选人的得票数超过一半，得票上悬的2名候选人会伫5月7日甲7日再来对决，最终人选会伫5月7日的全党大会上来确定。 주권자인 국민 여러분의 뜻을 받들어 헌법과 법률에 따라 다음 정부가 차질 없이 출범할 수 있도록 차기 대통령 선거 관리에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另外，无党籍的代理总统韩德洙听讲伊也有意参选总统。根据南韩的法律，有意参选的公职人员必须伫5月7日进行辞职，所以韩德洙可能上班会伫5月7日讲要辞职，并且宣布竞选总统。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译。 同年期的圣索菲亚清真寺有1500年的历史，但年拢有几若百万的外国游客去行打。不过，同年期伫咧地动的断层顶悬，当地为着要防止地动算长，就开始大规模征收。圣索菲亚清真寺是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的地标，古代壮观的圆柱顶边仔有4座尖塔。 建筑体由圆拱形结构一层一层贴起来，就敢若是城市内面一座神圣的山轮，是世界遗产，也是土耳其游客上最景点。不过自2021年开始，发现有部分是采用价伫咧进行150年来第一遍的大规模征收。 Hem yapının kendi vücudunu hem de onun daha sonra eklenen Osmanlı dönemindeki değerli minareleriyle birlikte sağlamlaştırma çalışmalarına başladık. 土耳其伫咧短暂地动带南部边境，伫咧2023年才经历过毁灭性的规模7.8强烈地动。虽然伊斯坦堡无受影响，不过专家拢担心以后可能也逃袂过强烈地动，就要加强保护有1500年历史的圣索菲亚清真寺。Probably for the better, because if there's an earthquake, it will all be gone. So it's not a problem. It's make our photo not so good as we would like, but it need to do because our children want to see it. 圣索菲亚的人讲是一部活历史，西元537年以大教堂的形式兴建，是迄当阵拜占庭帝国建筑的辉煌典范。1453年，这个城市被奥图曼帝国提起，甲这改做清真寺。 1935年，土耳其正做世俗派国家，将清真寺改做博物馆。到2020年，伊斯兰民族主义强人总统阿尔多安又搁改名号做清真寺。圣索菲亚见证着千年来的文明交汇，加天灾人祸，一直守护伊斯坦堡。游客来到这，就敢若是探过1000年的历史。 圣索菲亚清真寺去年的游客有770万，其中210万是外国游客。一个人25欧元的参观费用，赚真多。这边征收要偌济时间也无确定，不过伫咧征收的这段期间，也是继续开放参观甲做礼拜，希望以后会当继续徛伫咧历史甲未来之间。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辑。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